遊仙境。有一日，愛麗絲喺度聽姐姐講故事嘅時候，見到一個好奇怪嘅景象。佢見到一隻白兔啊！愛麗絲跟住白兔嚟到白兔嘅洞口，跟住佢跌咗落去，就好似嚟到世界嘅中心。當愛麗絲降落嘅時候，白兔先生正好穿過一道小門，消失不見啦。愛麗絲飲咗一罐藥水，突然之間縮細成迷你版嘅愛麗絲啊！愛麗絲諗辦法穿過咗道門，然後漂浮入咗個仙境。佢遇到兩個活潑嘅小房子，佢哋叫半斤同八兩，但佢哋唔認識白兔先生，所以愛麗絲繼續去揾。喺森林裏有一棟好靚嘅小屋，愛麗絲喺裏面終於揾到白兔先生啦！愛麗絲喺白兔先生屋企見到啲餅乾，上面寫住拿一片，佢就唔客氣咁食咗一塊。食咗餅乾之後，愛麗絲嘅身體忽然之間同間屋咁大啦，真係太壯觀啦！後來愛麗絲喺白兔嘅花園入邊食咗一斤紅蘿蔔，紅蘿蔔又把愛麗絲縮細咗啦。好快咁，佢就喺草叢入邊迷路啦。跟住愛麗絲嚟到一個花園，花園有識講嘢嘅花，翅膀係面包嘅蝴蝶，仲有木馬城啊！花兒們以為愛麗絲係雜草，就唔俾佢逗留。跟住係遇到一個好高傲嘅毛毛蟲，毛毛蟲叫愛麗絲食香菇嚟改變身材嘅大細。愛麗絲咬咗一啖香菇，突然之間就開始長高啦，長得比樹頂仲要高大。但係佢再咬一啖，佢就變回正常嘅大小。好啦，但係我而家應該向邊個方向走呢？愛麗絲話：如果要去揾白兔嘅話，我會去問瘋帽子先生。嘻嘻，妙妙貓笑住咁講。後來愛麗絲喺一場茶會上，終於揾到瘋帽子同埋三月兔啦。愛麗絲好想返屋企，但係呢啲奇怪嘅生物都唔知返屋企嘅路點樣行。最後愛麗絲漫遊到皇后嘅花園，佢發現白兔先生原來係皇家嘅喇叭手啊！紅心皇后邀請愛麗絲玩槌球，愛麗絲覺得唔好玩，就逃走咗。愛麗絲從佢嘅奇怪仙境夢醒過嚟，佢好高興地發現一切都回復返正常啦。